地點：四川山區隧道。在四川山區有一條很少人走的老隧道，白天它很普通，但晚上司機都會關緊車窗，因為隧道裏會傳來敲車窗的聲音，不急不重，像是在確認你是不是醒着。有人說，他們看到隧道裏站着一個女人，背對着車，長髮垂地，可當車燈照過去時，她的影子卻在車後。更詭異的是，行車記錄儀從來拍不到她，只會拍到副駕駛的位置，慢慢凹陷下去。當地老人說，這條隧道塌方時，有人沒能出來。他不攔車，他只是想坐一會兒。所以他們警告，如果你聽見有人敲車窗，千萬不要停，因為他已經在車裏了。